啊，係你哋即時反應。打我之後可唔可以強調啲啱啱佢嘅字？我講30次 AI 嘅次序啦，已經好，OK，背晒咗入腦啦。 ready 啦嘛係咪？好，第一句，哇有聲咗喎。盡量唔好俾對方逼到你啊嘛。哦，但係個方面係透明，我想講。我對眼咁細都睇唔到嘅。好，我哋準備。先生 ready。係答先人嘅。係。你哋自己嗌翻先得嘅。係，我想答話出啊。 OK，預備。包子蛋。好嘢俾你。你哋有30秒時間。我嘅 AI 唔啱啊。你嘅啱咪同你講，通常一般新手都會出頭先，所以你個包贏佢嘅機會好高。佢話出包嘅成率大。我已經諗埋你呢一個啦，所以我點先知？咁你下一個出咩？下一個出局。喂，我講到嘢咯。咦？啊！幫你做啲朋友啦。你有時間。下一個等你出局啦嚇。 5、4、3、2、1，預備，開始。包子蛋。呢個成日贏翻局就贏嘅。好嗱，2比0，冇錯。家姐你有30秒時間問下 AI 先，使唔使？其實我問咗㗎本身，我可以攞晒佢頭嗰5個嘅答案。唔係，佢依家個 plan 唔係好 work 啊，可能你要轉用佢嗰個啊。因為 AI 話，通常咧，如果第一鋪佢輸咗嘅咧，佢就想出一個嘢翻嚟上一鋪嗰個，所以你就出紙，係出特別嘢，我嘅紙，所以我出翻包，啱我出包。你驚唔驚透露晒所有？係喎，你仲有好多場要打啊，輝哥。係，之後我冇再跟 AI 嘅，我同你哋講啦。我決定繼續跟 AI。好，可能我一間出問。我要信 AI。夠鐘啦。我係咪有？我哋輸晒嘅3個。 Ready 好未 Ready？好。係咪最後局咧？預備，開始。包子蛋。舉手先。